减肥挥霍。在它前面那个圆的主干的时候，就可以隔着那个。打了。都记得吧？从这个位置开始打，然后一会儿高的地方可能会。好了，我们再保一条，就是你铺丢的，让上面滴水哈，你就保持刚才那个动作。哦。不舒服的，这样你要是在这里，然后拍好就可以了。打吧，自己的，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准备。先往前面看，先别看题，他第一抖再往前，再往看题。难受，是不是？啊，再来一次，后面早一点咳嗽，我一说开始就可以咳嗽难受了。好，录3、难受2、难受1，开始。难受起来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他完全被挡住了，被这个拉住。好，大力脚啊！我这个位置可以吗？来了，看看，可以。大力脚贴上去。贴死，哪里的？是的，贴在这个镜头上。来，把这个东西给它贴死了。好拥挤呀！坐，不要坐定，不要动了啊！来吧。它就转一圈，然后再双手这样放上来。这把刀就是鹿食嘛，你等于说把鹿食双手奉上了，直接这样翻，然后再这样你先不接，对。好心，火风宝换鹿食，皇帝谢我。这着急，对，你不接，稳住这，然后你说到这个的时候，不听话的，不，他会什么意思？然后你再递上去。不听话的刀总是神兵利器，又有何用？对你不用接，就直接就是看这个一眼，然后再看他一眼，然后说最后一句，就反应过来你要杀鹿食。用可以再惊讶一点，就你没想到他会杀自己人，而且还是他的养子。好的。惊讶中带着一点开心，可以带着一点开心。然后碰哥，一开始是走，不，有个问题就是观众在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当时喷火其实就是为了让他可以有一个很，就是那种，我懂导演的点了，他就是喷火的时候，这边的我的反应就是，哎呀是你啊，但是喷完火的我的表情就是我不认识你。不是，就火这个东西它是动态的嘛，其实它就是它眼神不需要给那么多，就已经有内容了，就不管是时间很长的话，它其实就不太好做反应，不管是认识你也不对，不认识也不对。是哦。行，那我就喊刚才走戏的那个。如果说他要叫2番的话，我就第一番是可以当做。就是，哎，好像是有人叫，但我还没看到他。对，我也没回头，就是就停一下，感觉是有人叫我，但可能没人让他叫第2声的时候，我再回头，有没有？但有个问题，你对他声音肯定非常熟悉，你不可能听到声音会认不出他来。我觉得有这个可能。我觉得有，就是能听得出他声音这个，对，这个是认的。所以其实就一定要回过头来，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。不需要给太多，其实这个时候表情不用刻意的不认识或者不认识，对，就是看，少喷一点。来，可以小点。来，小心，到这啊！来，等一会儿。来，1、2、3，走。来，跑！哎呦，我靠！不，这还蛮危险的。那就走。还挺危险的。那我要不去口述，不是，他多往，他有正常可以。算呀，我还是我觉得还是得加一句算呀，我还是自灭吧。然后你摸他的头，得加一句，就毕竟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呢。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。等我。再见。不要！你前面不是说算了我呀，还是自生自灭吧？然后他摸摸你的头，其实这个时候就有一段情感交流吧。然后你就说，算了，谁叫我心甘情愿了？我想想啊，我就说那你对，我就在这儿。你说天下不太平，才能过好日子。天下不太平，能好过日子。天
就知道这个小姐。好，再摸摸她的头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互相眼神交流一下。算啦，别让我他受伤了。心甘情啥吃狗粮？不是，你先把头，你可能头就是这样靠一下嘛。他不是去摸你的头吗？我要蹭一下。就是靠一下就好了。试一下。摸。好的，就这样吗？对。我要测一下。算啦，别叫我心甘情愿的。看看就是。对。甜啊！选了你这个大木头，别让我心甘情愿呢。对，然后要对视笑一下，就是那种，然后这个时候外面再响起惨叫，然后你就说你在这别动，然后我出去看他。是状态一起的，应该就是肩膀要打开一些。太严肃了，上面那个。但我视线就是应该往一旁边看着。其实这样嘛，就是你可以先往前看，然后你再看到他。对，你就往前看。行。周周进来。我也。干嘛？别笑。来，继续。那我进来之后是直接就站着，还是？行个礼啊，要行大礼。对。陆将军，有报吗？对呀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陛下，这有违君臣之礼。什么君臣之礼？朕不在乎。对是，然后完了之后收回眼神，然后说我该走了。我该走。要那个对视吗？不要走。我觉得要不然他走的好突然，就一下子就是我们走向的是不同的方向，然后就我该走了，就好快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地方不管是沉下来还是起来，其实都是合理的。你就算沉下去，观众觉得是一个很低的情绪，但是他上到马车了之后，观众以为他走了吧，但是会有一个反转。对，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反转，两种都是合理的。那就是先不给观众露。对啊，就是然后观众以为他走了，然后你也留在原地吧，因为这个地方你肯定不出话，就是给你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站在这的身影。然后他马车走了之后，但是突然发现其实你没有放弃，你还是冲上去了。哎，你刚才拉了他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这种感觉，这倒不用这么刻意了。我 get 到。倒不用这么刻意了。哎，这些东西拿走。不是你这样太娇俏了，你就推一下就可以了，你好像被调戏的。推一步呢，就这样推一步就好，不要推两步。他会这个尺寸稍微。对，就这样，我想要就是这样稍微侧一下。哎，对，小幅度的一点点。好，你手就是在空中对一下。来喽。然后你看了之后，你先不光说词哈，我还一会儿还要切个主观，就是你在那儿轻轻的抚弄琴弦，然后过了多过几秒钟再说词。好的。来。就是你看你站到这个地方，朝门口看，对你在这边走来走去，你不用就站定就可以了。他在这儿啊。对，站定。都换成高脚去了。咱放到哪里那么肉？真是为了精心策划，就这样被一个女人给破了，就这样被一个女人打乱了。我北列折了一名大将，现在又丢了火风堡，此回北列。我性命难保啊！这样可以吧？你就可以前面都是走，说最后就是停住，然后我性命难保。我这个还是背着他。对，你背着他，你可以就是回一点点头，给我一个侧面。从，对，给个剪影就行。开始。起来吧，叫爸爸，不是不要起来吗？叫爸爸。观场，收工了，叫爸爸。